三位咧都講服務國家，今日嘅標題咧係服務國家。不過我嘅親身生活體驗咧就新一代咧對國家都唔係咁熱誠服務，即係唔係全部，即係我所經驗到啦，我所接觸到，好唔好？我哋都用啲力係高呢個國家意識，係咪第一個咧？因為如果唔係，即係我諗都唔係淨係中國或者外國都係，即係新一代對國家呢個服務嘅態度係咪足夠咧？如果好似在座幾位當然係即係好熱心啦，但係使唔使用啲力喺呢方面咧？要咩辦法？三位講者有邊位係答呢個問題？我因為年紀最大，我答啦。即係我相信你嘅觀察都係，因為實在現代生活人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呢個令到每一個人出嚟嘅時候，當佢讀書要做工作，根本咧就係令到坦白講嗰個生活壓力。令到佢有時根本諗唔到咁多其他嘅問題，呢個係社會嘅現實，我都同意。不過當然呢個係一個大嘅問題，歸根結底就當然從個教育本身，特別係要認識自己中國，或者認識我哋中國嘅邊疆，或者有啲省份嗰啲人，就最重要認識自己中國本身嘅文化係什麼東西。點解我哋中國人喺幾千年嚟都係站在世界民族嘅前面？我哋嘅文化有啲咩特別？而家今日係全部係西方文化好巨大嘅衝擊之下，我哋可能只係盲目地認識到即係西方嘅方面。咁對自己中國文化點樣愛護，點樣去維護翻佢？呢個係年輕人好缺乏，特別我哋而家喺香港嘅教育嘅情況之下，可能比較缺乏，因為係要太多其他嘅壓力。咁我同意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唔係3年2年可以解決。咁所以認識中國。除咗你有條式嘅本身 physical 啲嘅嘢，仲要深含內涵一啲，就係我哋自己本身嘅中國文化係有啲咩地方咁優秀，可以維持幾千年嘅民族，咁呢個比較大啲嘅。其他兩位講者有冇意見？首先咧，剛才嗰位係同班同學好有路槍。佢係我曾經同阿碌試過有1年同班係嘛？同你同班嘅時候，你係 monitor，所以佢講我哋過半百嘅人咧，都有種通病，就係成日覺得呢個世界嘅嘢咧，永遠係一代不如一代，一下不如一下。我記得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我啲父母或者我啲長輩都經常同我哋講就話：你呢班後生仔都唔知咩叫國家，你哋未試過抗戰，未試過走難，你知咩叫國家？我哋而家到咗即係過半百咧，睇在校同學可能有啲咁樣嘅咁樣嘅睇法，但係我對下一代仲係充滿希望嘅。我覺得現在無論整個國際環境又好，香港嘅環境又好，對培養發揚我哋年青人嘅國家觀念、愛國嘅熱誠等等，個條件仲係比我哋都唔夠好嘅，所以我係有希望嘅。我覺得係有希望嘅。有一樣嘢大家比較少談嘅就係呢樣。當然愛係可以無私嘅、無條件嘅，愛國亦都應該係無私無條件嘅。但係喺現實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都要咁樣諗。就係愛係無私無條件嘅情況，無私無條件嘅同時咧係雙向，同埋有排他性。你愛某一個人，即係話相對於其他人嚟講，你係特別喜歡嘅更多啲嘅，而且係要雙向。如果唔係咧，就係單絲單戀。點解要講問題咧？我哋經常提我哋期望香港人、香港中國人係愛國愛港嘅。但係過20幾年嚟，經過大大小小嘅事情，我都問：
我哋要求香港人、香港嘅中國人愛國愛港嘅同時，我哋嘅國家中國同埋呢個地方香港點樣去愛香港人呢？點樣去愛中國人呢？呢個亦都係國家同埋香港要諗嘅問題，要做嘅事情。大家知道咁多種信用卡裏面咧，運通卡係要俾年費嘅，所以運通卡嗰個宣傳口號咧就係 membership has its benefits， 即係你交年費之後咧，你作為運通卡嘅會員咧，你係可以享有某啲優惠、某啲 benefits。一個國家嘅國民一樣有權向佢所屬嘅國家提出同樣要求，即係話我做呢個國家嘅國民，我哋係中國人，國家點樣看待佢？我哋愛國家嘅同時，國家點樣看待呢班人？呢樣嘢係特區政府同埋中國政府都要去諗嘅問題。有事中無艷，無事夏迎春，唔係一個喺現實社會裏邊維係雙向關係嘅一個可靠嘅做法。美國人要交全球稅 global tax， 美國政府最簡單嘅答覆就係話，因為無論你喺全球任何一個角落有咩事，我派航空母艦嚟接你。我個人咧就有少少心得咧，就係睇多啲經濟同埋體育嘅新聞咧。中國經濟飛躍進步，每年咧個增長 GDP 增長到成10%嘅，極之高興。體育節目咧就係個個攞冠軍嘅，奧運咧升啲旗、唱國歌，唔止運動員，連我都眼濕濕。咁所以個愛國情懷咧就當堂高漲。最後一條問題，好似呢個少啲啦，問題唔該。係，我想問下3位嘉賓。咁有人認為咧，而家中國內地係一個好龐大嘅市場，但係其實而家嘅中國內地貧富懸殊嘅問題都好嚴重嘅喎。喺13億中國人口裏面，其實得1億係可以飲得起咖啡。但係而家中國嘅市場既然係咁樣狹窄，咁香港嘅專業人士同埋商人可以做啲乜嘢喺剩翻嗰12億消費能力較低嘅人口裏面擴闊市場嘅空間呢？講到專業人士，講到經濟咧，梁振英都不能夠推卻啦。如果純粹從經濟或者經營嗰個角度睇咧，睇中國內地呢個市場，當然唔係睇付唔起費用，或者如果你係做其他業務嘅買唔起嗰啲商品嘅嗰80%或者90%嘅人，而係你睇嗰10%或20%乘23億呢個基數，呢個數字都非常龐大嘅數。呢亦都係點解外國咁多嘅消費品，包括一啲高價嘅消費品嘅供應商要佔據內地嘅市場。亦都係點解譬如銀行，香港嘅銀行或以香港為基地銀行入去內地咧，佢現在其中之一個主要嘅業務咧，就係推銷佢哋一啲財富管理嘅產品喺內地做 wealth management。咁你做 wealth management， 你點都只有幾十萬或者幾百萬現金喺銀行，佢先幫你做呢方面嘅業務。因此大家着眼咧唔係百分比，大家着眼咧嗰個絕對數。個絕對數咧係非常之大，而同時我哋亦都知道咧，由於內地嗰個經濟增長比較快，因此每年係有咁樣嘅消費力去接受你嗰個服務，或者買你嗰個商品嘅人係越嚟越多。嗱，呢個市場13億人口，城市嘅數目係661個。係661個，所以現在香港專業事務所又好，或者外國嗰啲大嘅企業包括銀行都好，在佢哋嚟講個難題唔係內地人有冇咁樣嘅能力去購買或者係接受嗰個服務，而係咩嘢咧？就係你有冇足夠嘅能力喺短時間裏邊可以增加你嗰個銷售點或者你事務所數或者銀行分行數。呢
呢個咧跟住落嚟就係嗰個人才來源嘅問題，你應該培訓足夠嘅人才。如果有一間銀行，今日香港有一間銀行，佢有世界最大花旗銀行喺香港嘅匯豐銀行，佢有一個咁嘅夙願，佢話我要喺10年後，唔係一個短嘅時間，要喺內地每一個城市有一間分行。佢就要喺10年裏邊咧開600間分行，每年咧佢要開60間分行，每個月咧開5間分行。佢揾行子同埋剪彩都嚟，所以內地嗰個最大嘅挑戰咧，如果用商業管理嘅術語講，用英文講咧，一個就係 speed 速度，第二個就係 scale 規模。多謝鄭英，因為時間關係，如果大家仲有問題咧，喺今晚之後可以直接揾范作豪梁司徒梁鄭英。今日嘅研討會個環節係服務社會、服務國家，而對社會國家有貢獻。令我想起若干年前上兩日。香港警務處長一哥許其安，佢係升為警務處長時候咧，傳媒問佢：一哥，你加入警務處嘅時候，有冇計劃去點樣做你今日呢個真真正正嘅一哥咧？許其安答佢：我冇，我只係盡力做好我要做嘅工作，做得最好。許其安亦都係1961喺英皇宣兵。廣義嚟講咧，服務社會、服務國家，其實如果個人咧能夠做好自己工作，負起家庭嘅責任，做個良好市民，愛港愛國，我哋已經對社會、對國家係有貢獻嘅。如果我哋能夠喺公餘時候積極參與社會、社區嘅工作，或者捐錢，大家都聽到咧，原來捐錢香港人捐得最多，亦都係值得捐嘅，因為慈善機構、獅子會宣明會其他咧，佢哋籌款咧嗰個目標好大，但係佢用出去做行政費或者咧嗰個係cost 咧，其實好少。剛才如果大家睇圖表咧，就少急埋兩樣咧，喺05年嚟講咧，都唔多過4%，咁所以係好值得捐嘅。咁如果我哋係做好自己工作，更加積極參與社會咧，我相信我哋可以做到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最後我多謝3位同學同我哋分享佢哋服務社會、服務國家經驗，亦都多謝各位能夠安靜咁樣去同或者聽我哋講者分享嘅經驗。多謝各位，光臨指導。謝謝。